艺人于天2于愿起日前在圆山饭店补办婚宴，风波不断。先前因李亚平嫌弃彭恰恰红包，引发3600红包之乱，让宴客当天全失焦，每个宾客到场都被问包多少，只能尴尬快闪。不过瑜伽好友黄西田则是大方笑答3600啊，还说有信心不会被退红包。不过近日他参加节目录影，担心再惹风波，赶紧改口罩交情，当然不止这数字，自曝给了2包红包。黄西田和于天已有50年交情，在婚宴当天被问到礼金包多少，他大方笑答3600。由于先前彭恰恰才被退红包，事件闹得沸沸扬扬，被问到不怕被退红包吗？他也有信心回不会啦。据苹果日报报道，近日他参加节目录影，坦言我们家是包2包，因和于天的私交，加上黄漏瑶和于愿起很熟，另有私交，所以他自己又再包1包，至于金额他则不愿透露。黄西田说，跟于大哥是认识这么久的朋友，我们在演艺圈好像家人一样，同时为彭恰恰事件缓颊，老朋友开玩笑，有时候我主持也会这样，纯粹就是台上效果。亚萍姐也是，彭哥不会计较的。在一旁的老婆陈静子也说，这次红包事件就像先前电信的399之乱一样，变成全民话题，连特别出席的蔡英文总统也逃不过。黄西田则赶紧澄清，我那天也是开玩笑，跟瑜伽认识那么久了，要大家笑笑就好，别放在心上。而于天事后也在中坦言，这次假共收了300万左右的礼金，不过光婚礼场地就烧了近300万，不亏也没赚。